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以斯帖记第2章第1节到18节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了义。这个为了义这样的概念，其实很多人是无法了解的。我们从诗篇23篇大卫的诗，我们先来看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使我心灵复苏。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，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，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用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在第3节的经文，和合本这样翻译写道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上帝引导我们，就是那个他草场上的羊群，是为了要让我们走上他的义路。台语圣经的翻译，现在台语圣经翻译说是正直的路，现在中文译本也是写着正路。那上帝领导我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这个义，这个正路的方向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跟上帝同行，都是因为上帝的义，上帝的旨意。旧约以斯帖记第2章第1节到18节，记载了当时候的王亚哈随鲁王，因为罢黜了之前的王后，然后就广招女子入宫，被设立预备要被设立成为一个新的王后，而以斯帖就被他的堂哥末底改送入王宫。他们这样做，其实整个圣经看起来，他们并不是因为想要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，而是为了追求上帝的义。整个的招后的过程记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。经文这样说：后来王的怒气消了，就一直想念花实地，又想起他违抗命令和被废的事。王亲信的顾问向王建议说：为什么不找些年轻貌美的处女来呢？请陛下在王国各省指派官员，叫他们把所有漂亮的少女带到首都书珊的后宫来，交给总管宫女的太监西改，供给他们化妆品。以后陛下可以选最喜爱的少女立作王后，来替代花实地。王喜欢这个建议，就照做了。在书珊有一个犹太人叫做末底改，他属于便雅悯支族，是基士和示每的后代，雅尔的儿子。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走犹大王约雅斤的时候，也掳去一群人，末底改的祖先也在其内。末底改有一位堂妹叫以斯帖，希伯来名字叫哈达莎，她是个美丽的少女，有很好的身材。
他父亲死后，末底改收养他做自己的女儿，把她带大。当王新命令下来，许多漂亮的女孩子被带到书珊，以斯帖也被带进王宫，交给管宫院的太监西该。西该很喜欢他，待他特别的好，立刻供给他化妆用品和特殊的食物，又从宫里选出7个宫女来伺候他，并且给他后宫里最好的房间。以斯帖听从末底改的忠告，没有把自己的种族和亲属关系告诉人。末底改每天都在后宫的院子前面走来走去，要知道以斯帖的情况，要看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发展。按照规定，那些少女要经过1年的美容准备才能见王。前6个月用没药油，后6个月用香膏和化妆品美容。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，每个少女就要轮流被带到去见亚哈随鲁王。当他从后宫进入王宫时，可以随意穿戴他所喜欢的衣饰。他要在王宫留宿1晚，第2天早上就会被带到另一个后宫去，交给管妃嫔的太监沙甲照料。除非王特别喜欢他，指明召唤他，他就没有机会再回到王那里了。以斯帖见王的日期到了，她是亚比海的女儿，末底改的堂妹，后来做了末底改的养女。每一个见过以斯帖的人都喜爱她。到了他觐见的时候，除了照着总管后宫的太监西该所建议的穿戴以外，没有特别的打扮。亚哈随鲁王的第7年10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以斯帖被带进了王宫。王喜爱她胜过其他任何少女，她比其他任何一个女子更赢得王的恩宠。于是王把王后的冠冕戴在她头上，立刻立她为后，替代了华实帝。接着王为以斯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，邀请所有的贵族和行政长官来赴宴。那一天，他宣布全帝国休假，并且慷慨地分送礼物。我们要注意看第10节的经文，末底改吩咐以斯帖的话，不能将他的身世来脱落。经文说，以斯帖听从末底改的忠告，没有把自己的种族和亲属关系告诉人。或许是怕身世透露的，就无法入宫，因为他的祖先是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掳去的犹太人之一。这样的隐名埋姓，才能使他得以进入宫的机会，才有机会成为上帝义的仆人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他说道：你要记得耶稣基督，他是大卫的后代，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我传的福音。我用传这福音而受到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囚犯一样。但是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的，
因此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忍受了这一切，好使他们能够得到那从基督耶稣来的拯救和永恒的荣耀。以下这句话是可靠的：如果我们已跟他同死，也会跟他同活；如果我们忍耐到底，也会跟他一同掌权；如果我们不认他，他也会不认我们；如果我们失信，他依然诚信可靠，因为他不违背自己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这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所教导的。为了上帝的义而牺牲的人，必要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保罗强调了自己为了上帝的拣选忍受一切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基督的荣光。这也是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的。我们无论是走在什么样的人生道路，都要愿意与上帝同行，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诗篇第7篇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，把我撕成碎片，无人能够救援我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什么不义，双手沾染罪污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纵容无故对我行凶的敌人，就让仇敌追赶我，擒获我，让他砍倒我，杀死我，使我倒闭在尘土中。上帝啊，求你奋起，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，求你起来帮助我，因为正义是你的要求。愿万民都环绕着你，愿你掌权统治他们。上主啊，你要审判万民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我无辜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审查人的心肠肺腑，求你阻止邪恶者的恶行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。上帝是保护我们的盾牌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。他们若不悔改，上帝要磨快他的剑，他弯弓搭箭，预备好致命的武器，要发射燃烧的箭。邪恶的人图谋恶事，他们制造纷扰，惯行诈欺。他们挖了坑要陷害别人，自己反倒掉了进去。他们要因为自己的邪恶被惩罚，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。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扬他至高的尊名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能够为了主的义来生活，来与主同行。求主使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义的仆人，能够追求主的奖赏，得主的荣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